台南大学参游戏公司合作，利用 AI 科技研发戏剧版本的机器人，才透过网络就当使用。文化部也当咧思考讲，要安怎把这项功能推广到家庭，和本土语言直播共领域拢会当多元使用。像你改良挺乱的。因为其实我还不确定你到底想干嘛。对，这方面。 It's hot in Thailand today. 无论用台语讲什么，这位合作台英会戏剧机器人，得随讲英语回答你，来让参人开讲透新闻，佮唱歌跳舞互你看。台南大学因国科会产学合作计划，联合国网中心等资源，参游戏公司合作，这回甲机器人设计成网家的模样，互囡仔学母语更加深熟。迄个台湾家己发展吼，利用迄个 Meta 这间公司的一寡基本的 model 做出来物件吼，这个物件本来是华语、英语，阮特别搁为客家话、台语拢放咧内底。各种不同的载具拢会使。哦，你若有网络的所在，有手机啊，你得当开讲台语、学英语。这样对囡仔来讲，因对卡阿公阿嬷，一个共同的语言。其实台南大学正正捌研发实体机器人，互囡仔通学母语，会考虑为何成本甲方便推广。即个因才发展这款戏剧式的机器人，伊嘛是坐去台南两间国小企业，囡仔反应拢真好。发表会当间嘛，坐外县市学校等单位专工来观摩，把讨论要安怎打造合适母语的环境。要学语言环境机会，这是最要紧的因素，所以方便搁有趣味会真容易。一礼拜1点钟或者是2点钟，实在是无够，所以要安怎用透过这个机器人入咧家庭内底，互咱的囡仔伫咧厝的时阵嘛有这个环境甲伊学习。这个计划文化部会真来关心，看要安怎合作。AI 科技源头需要靠大量的计算，目前伊嘛按算11月先开放100家庭来体验，后续伊嘛透过训练甲分析来加强台语的技巧，来提升看语言学习的效果甲影响力。记者李台南采访报道。